1942年，著名心理學家弗蘭克被送咗去奧斯威辛集中營嘅深淵。佢嗰度嘅唔再係受人尊敬嘅教授，只係手臂上面一個編號。佢失去咗摯愛嘅老婆、年老嘅父母，辛辛苦苦寫咗學術手稿都冇乜，甚至連身上最後一件衫都俾人哋走。嗰度係一個尊嚴被踐踏到一文不值嘅地方。每日朝早，囚犯喺着住爛衫喺冰天雪地入邊做苦工；每日黃昏，佢哋望住自己嘅同伴被送入毒氣室，死亡嘅陰影成日跟住身。唔少人選擇放棄，特登去掂通電嘅鐵絲網自殺，又或者喺沉默之中任由自己嘅靈魂慢慢枯萎。弗蘭克喺極度飢餓同寒冷之下，逼自己保持觀察。佢發現咗一個好驚人嘅現象：能夠生存落嚟嘅人，往往唔係身體最壯健嗰啲，而係心入邊仲有掛念、有牽掛嘅人。有啲人係為咗可以再見自己個仔女一面，有啲人係為咗完成自己寫緊嘅胃鏡著作。一個風雪交加嘅黃昏，弗蘭克喺泥濘入邊艱難嘅挖戰壕，後面嘅看守惡狠狠嘅鬧佢，佢覺得自己嘅意志就快崩潰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喺腦海入邊浮現咗太太嘅笑容。佢突然間醒覺到，雖然身體正受緊苦，但喺內心其實可以走去一個溫暖嘅避風港。佢喺呢一刻有咗一個震撼心靈嘅頓悟：納粹可以攬走我所有財產，可以摧毀我哋身體，可以控制我哋行動，但有一樣嘢佢哋睇永遠都冇唔走，就係我哋選擇點樣面對呢一切嘅自由。佢明白到，佢刺激環境同反應行為之間其實有一段距離。佢嗰段距離入邊，每個人都有自主權去決定自己係咪要做一個屈服於痛苦嘅受害者，定係一個守住尊嚴嘅奮鬥者。呢個領悟成為咗弗蘭克生存落去嘅支撐，亦都令佢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嘅內心。模擬戰爭結束之後，佢喺演講入邊想象自己心境明亮，喺講台上同台下嘅聽眾分享，講述自己點樣從苦難中得到啟示。佢將眼前嘅地獄當成實驗室，觀察病人嘅一致性、同伴嘅絕望同開心靈。戰爭結束之後，弗蘭克重獲自由。佢將呢段經歷寫成咗名著《活出意義嚟》，仲創立咗意義治療法 Logotherapy。佢同世人講，人生嘅終極意義唔係追求快樂，而係要喺苦難入邊揾到意義。環境可能會決定我哋嘅處境，但只有我哋自己先可以決定靈魂嘅高度。人最後擁有嘅自由，就係喺任何環境之下選擇自己嘅態度。呢句說話到今日都仲係全球幾千萬面對困境嘅人嘅精神支柱，提醒我哋只要心入邊仲有點解要生存嘅意義，就可以捱過任何點樣生存落去嘅痛苦。